燒七萬物，打工如練掌，掃地拖地都講套路，手緊到腰無標糧。搭 mono 喺當年起個報表當寫書法，1蚊賺好雞飯，加蛋度要識分散，真希望。成期三賣字，每日都諗中獎化。拜那獨拜土地夢中問神出乜馬，求神問卜梯門面，都唔敢做工節奏快，打到一身功夫硬晒，到最後得飯磨香包一袋18張，每張都係血與汗。睇 PDM now 老細都要因口含蛋，一身苦練唔使打死人，只係等老闆話句升職加薪。18張買4D 搏命後，用盡氣力寫歌都唔中死字神，夢入黃泉揾馬雲，拎張 MC 都似逃出生天。阿媽話我細個學咗南拳北推，點知出嚟社會靠條腰骨撐住兼龍擔人老細，我咪打多份工咯。李小龍，我淨係識嗌功，呢啲拳法無名無姓，只屬打工仔工，嗌出一身鋼毛風，睇住4D嗰個公佈中，再唔中。